大家好，時炒飯，我係 Jackie。喺日前，中國外交部宣布，從即日起制裁涉及對台軍售嘅20間美國企業同埋10名相關嘅高管。呢啲係意料中事啦。呢個制裁呢，就係依據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喺12月24號嗰集我都講過啦，美國就向台軍售111億美元嘅武器，係有史以嚟最大嘅。唔好理美國最後交唔交到貨，總言之呢個軍售嘅 order 咧已經係落咗噶啦。就算係交唔到貨咧，都係要制裁。嗰批軍火咧就包括係82套海馬斯火箭彈，價值係40億美元左右；420套嘅陸軍戰術導彈指揮系統，同埋死神無人機，價值係超過10億美元。雖然呢批軍火咧係改變唔到台灣省同中國嘅實力差距啊，但係唔多唔少咧，亦都係會對解放軍造成傷害嘅。譬如之前美國向烏克蘭出售嘅死神無人機，對俄羅斯嘅軍隊咧係造成巨大嘅影響。台灣問題咧係中國核心利益之中嘅核心，係中美關係第一條唔可以踩嘅紅線嚟嘅。唔好睇小海馬斯火箭炮啊！呢套火箭炮系統如果係裝上呢個導彈嘅話咧，射程係高達300-400公里嘅。加上喺美國之前賣俾台灣當局嘅有29套，咁即係意味住台灣當局未來將會擁有111套嘅海馬斯。台灣海峽距離呢個福建沿海咧最窄嘅距離咧只係100幾公里嘅啫，咁即係意味住海馬斯咧能夠直接威脅到福建內陸嘅。今次制裁嘅範圍同埋力度咧都係遠遠超過以往嘅，可以話打擊到美國軍工複合體嘅命門。呢次中方公布嘅制裁名單呢，係極具針對性同埋殺傷力。被點名嘅20間企業，唔單止係包括洛斯羅普格魯曼同埋波音喺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分公司等呢啲傳統嘅軍工巨頭，更加包括埋 L3哈里斯海事服務、吉布斯與考克斯公司。呢間公司曾經協助台灣省咧建造呢個佩里級嘅護衛艦。跟住咧就蒂爾無人機啦、拉薩路人工智能啦、伊披魯斯公司啦，同埋南力技術等呢啲公司咧都係專注於海事作戰、無人系統、人工智能同埋電子戰等呢啲前沿領域嘅新式裝備。呢扎企業咧雖然係規模不一，但係佢哋咧係深度咁陷入咗美軍現代作戰嘅體系，係支撐住分布式殺傷同埋馬賽克戰等呢啲新作戰理念嘅主要軍備。咁中國對佢哋實施制裁呢，等於係好精準咁切斷咗美軍技術嘅迭代。尤其是最關鍵呢，就係呢個制裁措施呢，係同步咁凍結咗佢哋嘅企業嘅在華資產，並且係禁止任何組織同埋個人同佢哋進行交易合作。同時呢，係對10名高管呢，係實施咗財產嘅凍結、交易嘅禁令同埋入境嘅限制。呢種企業加埋個人嘅雙重打擊模式，係有效咁樣堵塞咗佢哋想通過離岸架構或者第三方渠道去規避呢個制裁嘅可能性。老實講句，而家美國軍工複合體咧一早已經深度咁依賴全球嘅供應鏈，尤其是係對中國稀土同埋其他超硬嘅材料等。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嘅數據，美國 F-35戰機每架係需要消耗400公斤嘅稀土材料，而中國掌握咗全球90% 以上嘅稀土精煉嘅產能，其中重稀土嘅佔比咧更係高達95% 以上。呢次嘅制裁再加埋喺中國之前對中重稀土出口實施許可管制，等於係直接叉住佢哋嘅條頸噶啦。而家雷神公司部分嘅雷達生產線就已經因為關鍵嘅材料供應受阻而限制咗產量。F-35戰機嘅組裝進度咧出現咗延遲。呢啲就係中國非對稱嘅反制啦。回顧翻歷史，中國對美國制裁係經歷咗從單一嘅手段到而家體系化精準打擊嘅手段。喺過去嘅中美博弈之中，就唔似得而家咁激烈嗰陣時咧，中國咧最多係採取外交嘅抗議或者象徵式嘅反制。但近年嚟咧，就逐步建立起法律化、制度化嘅反制工具箱。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咧，係喺2021年正式實施嘅。
咁之後為中國依法反制提供咗堅實嘅法律基礎。咁所以呢次制裁咧，正正係美國宣布向台軍售111億美元之後，隔咗幾日咧，呢個制裁咧就出嚟啦。咁係體現咗前所未有嘅即時性同埋威懾力。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呢次嘅行動咧，並非係孤立事件，而係已經陷入咗中國近期建立嘅綜合性反制嘅系統之中。嗱，自從2023年以嚟，中國已經係對超硬材料、稀土冶煉設備、中重稀土同埋高性能鋰電池呢4大主要嘅領域實施咗出口管制，形成咗環環相扣嘅戰略組合拳。咁即係話中國嘅反制已經係向世界清晰咁傳遞咗一個信號。呢個信號就係話中國已經唔再滿足喺呢個經濟嘅領域被動咁應對，而係將重要嘅資源，譬如稀土啦、產業嘅優勢，即係製造能力啦，同埋政治嘅決心，譬如法律嘅工具啦，係深度咁融合，建立咗一套主動嘅博弈格局，就係你打你嘅，我打我嘅。中國呢種系統化嘅反制，就令到美國每一次對台軍售都將會係要付出遠超預期嘅綜合成本。唔單止係訂單損失啊，更加係影響到成個軍工產業鏈嘅生產嘅。因為中國已經唔將原材料再賣俾美國啊嘛，咁你點生產啊？咁呢個綜合成本係好大嘅，即係可以話3歲細路仔都諗到個後果有幾嚴重。我喺度又唔需要再多解釋噶啦。面對今次美國向台軍售，中國嘅反制係會陸續有嚟嘅。基於當前嘅戰略情況同埋既有嘅佈局，後續可能嘅反制措施呢，至少係包括以下嘅方向。第一點就係會深化稀土全產業鏈嘅管控，實施精準外科手術式嘅打擊。中國已經掌握咗全球99% 嘅重稀土精煉產能，完全係有能力根據美方嘅挑釁程度，隨時可以調整對特定嘅稀土元素，譬如用喺 F-35發動機嘅高溫合金嘅銻啦同埋鋅，呢啲咁關鍵嘅稀土元素出口配額。跟住就係純度標準或者係最終用戶審核嘅機制。呢種咁仔細嘅反制呢，係能夠確保到精準咁打擊到嗰啲軍工生產，又能夠最大限度減少對民用科技產業嘅外日影響，可以實現到高效率同埋有可控性嘅反制效果。第二點就係加速軍事能力嘅建設，徹底咁粉碎以武謀獨嘅幻想，即係以武器嚟謀求獨立嘅幻想啊！而家解放軍正批量咁列裝殲35隱形戰機、05型嘅萬噸大驅，並且係強化緊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同埋高空高速無人機等呢啲非對稱嘅作戰力量。最近呢個9天無人機呢，亦都首次起飛㗎啦。呢啲新式嘅軍備將會係確保喺任何嘅突發情況之下，都能夠迅速咁癱瘓到台軍嘅指揮通訊、雷達預警同埋火力發射台。咁就算美國喺佢哋武裝台灣嗰陣時，呢啲軍備喺實戰之中都係淪為擺設嘅啫。第三點呢，就係中國會擴大喺全球南方軍貿嘅合作，同埋拓展戰略迴旋嘅空間。而家中國喺高端無人機、紅旗系列嘅防空系統同埋 VT4 主戰坦克等呢啲裝備咧，已經喺中東、非洲同埋東南亞好多個國家已經係獲得實戰證明同埋市場嘅認可。而中國嘅陸軍同埋喺空軍系統化嘅作戰，喺今年5月嘅印巴戰爭之中，係令到世界咧刮目相看嘅。咁通過深化同埋全球南方國家嘅防務合作，唔單止係能夠創造穩定嘅收益，更加係培養到對中國支持嘅立場嘅國際力量，逐步咁削弱咗美國喺軍火市場嘅壟斷地位，亦都係會令到美國代理人圍堵中國嘅戰略係增加咗變數嘅。尤其係需要指出嘅就係，美國正在試圖係通過佢哋嘅軍事霸權嚟達到事半功倍嘅地緣博弈效果。咁喺呢個時候咧，中國係需要加快步伐，同全球南方展開更加豐富嘅軍貿合作，以擴大中國喺全球地緣之中嘅影響力。反制措施最後一個方向咧，就係會強化法律同埋金融反制嘅工具，嚟提升綜合嘅威懾能力。喺未來咧，中國可能會進一步完善
反外國制裁法實施嘅細則，同埋會深入咁探索對參與對台軍售嘅金融機構、保險機構同埋物流服務商等呢啲咁嘅灰色支持者，係實施連帶責任嘅追究。同時依託住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即係 CIPS 啦，同埋本幣結算嘅機制，將來係會減少對美元體系嘅依賴，為下一步嘅反制提供咗更堅實嘅金融基礎設施支撐。仲有一點咧，就係中國仲可以考慮對美國向台灣交付嘅運輸船展開臨時登船嘅檢驗。呢啲措施咧都可以阻止佢哋完成交付嘅。接落嚟咧，中國嘅軍事無論喺科技抑或喺生產能力都會係越嚟越強。點解啊？因為而家中國嘅民企咧都可以以低成本生產高超音速導彈㗎啦，真係唔係講笑㗎。但係而家美國軍工複合體咧都仲未生產到高超音速導彈啊！呢啲就係差距啦。同埋而家美國嘅工業能力係冇辦法將嗰啲盟友咧武裝起嚟嘅。因為佢自己都唔夠用啊，仲點能夠加強嗰啲盟友嘅武裝啊？但係中國就完全可以利用到自己嘅實力，可以重塑地區國家嘅國際秩序，就好似打擊電詐咁樣。中國根本上就冇用到軍事嘅手段，而只係利用到用政治、經濟、外交同埋聯合執法合作等呢啲咁嘅手段咧，就已經足以令到呢個地區嘅秩序重新咁上返軌道。而家電詐生存嘅空間咧，喺東南亞咧就越嚟越少啦。同時，中國對呢啲國家嘅影響力咧，亦都係提升緊嘅。呢個係同美國而家喺拉美地區嘅霸權主義形成咗鮮明嘅對比。因為而家美國入侵其他國家，尤其是係委內瑞拉，就係為咗搶奪佢嘅資源，同埋推翻現政府馬杜羅，然後捧自己嘅代理人上去，而唔係幫成個地區去解決問題。就好似呢次嘅泰國同埋柬埔寨嘅衝突點解爆發啦？就係因為柬埔寨搞電詐，影響咗泰國旅遊業嘅收入啊嘛，咁損害咗泰國國家嘅利益。但係呢個衝突咧，中國都係依然去積極咁斡旋，而唔係好似美國咁樣喺地區嗰度挑機。呢個就係大國嘅格局啦。但係美國咧動不動咧就係想顛覆人哋，而中國喺邊個時候咧都唔會干涉他國內政嘅，只係希望透過外交同埋政治解決相關嘅矛盾同埋問題。呢啲就係中國高明之處啦。因為如果你干涉他國內政嘅話咧，咁中國會有可能付出好巨大嘅成本，而且呢啲係不必要嘅成本。而中國主力咧就係要發展經濟、高端科技，尤其是要喺全球佈局經濟嘅發展。中國梗係唔希望喺有投資嘅經濟戰略地區干涉他國嘅內政㗎啦，而且仲要盡量平衡各方面嘅利益訴求，咁先可以將一帶一路嘅經濟戰略順利咁運行㗎嘛。而且呢啲亦都係符合未來時代嘅國際關係同埋國際秩序嘅基本邏輯。咁所以今次嘅反制呢，唔單止係嗰啲軍工複合體嘅經濟損失，仲會影響到成個美國軍工生產力嘅效率嘅。咁美國以軍事作為佢嘅霸權其中一大支柱，中國呢個反制呢已經係鋸咗佢一隻腳㗎啦。咁所以對美國嚟講呢，呢個代價嘅付出呢係巨大嘅。好，今集講到呢度，希望大家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你哋嘅留言呢，我會睇同埋回覆嘅。多謝收聽，拜拜。